一對80幾歲夫婦由兒子女兒及新抱陪同到來我們辦事處尋找性價比高嘅聽力方案。年長夫婦原來用緊政府資助數千元嘅助聽器，效果差又壞咗，需要更換新一代嘅智能助聽器。弱聽多年嘅伯伯已經出現一定程度嘅認知障礙，他們對助聽器嘅要求係一定要大聲及清晰。幫伯伯及婆婆做聽力檢查，發現佢哋兩個耳膜都有唔同程度嘅退化，兩個老人家都係重度弱聽，給他們試用我哋嘅16通道 ReadKI 專業助聽器及24通道 ReadPro EAI 專業助聽器。外出試機，兩部機嘅噪音抑制效果理想，人聲都非常清晰。伯伯認為24通道 ReadPro EAI 專業助聽器語言清晰度更好，婆婆則認為16通道 ReadKI 專業助聽器已經足夠。兩位老人家馬上決定購買我們這兩款助聽器，祝願伯伯及婆婆在使用我們嘅助聽器後聽力得以改善，可以加強夫婦平日的溝通，生活愉快，身體健康。